这过年时啊呢，真侪人是专工走去到家己东少一间餐厅来食烘蚵仔。不过呢，煞传出有10多人走目未舒适，食物中毒同款。这业者呢是有随停业来消毒，咱来卫生局嘛来调查，结果所发现有一寡所在呢，的确是有这卫生的疑虑，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烘蚵仔餐厅的员工无因摒扫店内环境，消毒民众会接触的物件。家己关东少这间会当家烘蚵仔的餐厅。有民众伫过年期间来遮用餐了后，所拢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，甚至去到病院挂急诊。家己关卫生局接到通报，到现场来调查。昨天卫生局接获2件疑似食品中毒通报，那大约有10多位的民众吃了烤客之后出现肠胃问题就医，卫生局也立即前往现场调查。除了卫生局的调查，其实业者接到民众反映了后，嘛主动停业来消毒店内环境。业者表示，民众烘蚵仔的时阵，若是烘无熟就来食，较会出现走白的问题。餐厅内底嘛有告示提醒消费者，针对民众因为来店食物件看医生，嘛愿意负起责任。因为店家无能控制你安怎食啦，你烘有熟甲烘无熟，店家嘛无法度了解啦。但是你伫遮食物件有出问题，阮店家一定负责到底，因为阮这拢有食安保险的。卫生局表示，现场嘛发现业者有一寡所在无符合食品卫生标准。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，嘛呼吁民众，即阵嘛是落毒病毒的流行期，要注意食食的卫生，才会当避免食物中毒的状况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